好，今次咧我哋就開 GD04啦。咁啊，上次咧我哋就開咗 GD03。今次咧點解會有另外5包咧？就琴日啱啱去完比賽，所以咧我就有5包，多咗5包啦。咁我先開咗呢5包，究竟係咩嚟先？好，一陣先再開呢盒。好啦，我就唔會剪噶啦，唉，唔會學人哋唔見咗幾千人咁樣咁戇居嘅。咩嚟先？紫色嘅，都未係紅色喎，哇 ！Unit R， Double O Zero， 好，跟住第2包。咦？呢張宿命之箭可能真係好用啊！琴晚卡，唉，R， 佢哇！呢隻喎，鎖得側邊嘅其中一隻。ROS， 跟住隻地嘅企鵝。好，繼續。呢隻 X 嘅，鎖實邊有個張。好啦，呢隻咩？又係 R 卡，又係 Unit。企鵝，佢哋叫佢企鵝。好啦，5包開晒啦，一張 LR 都冇，唉，真係凄涼。同埋比賽又輸埋，仲諗住可以玩耐啲，跟住5包好，跟住正式啦，呢一盒啦。好，正式開張。即表示未開㗎啦。撐開下佢先。
希望可以中到張新字戶啊！咁我就唔使去收啦，咁煩。好嚟啦！Unit Command R 卡，哦，喂呢張，哇，垃圾 turn A 閃喎，最唔中意，咩要俾呢張我啊？你俾張所謂邊佢哋嗰邊啲我都好啊，俾張 turn A 咁垃圾，可能有人中意嘅，我自己唔中意啫。好啦，睇下先 ，R 卡紫色 command， 哦，佢好繼續。都係紫色 R 卡，哦，最大隻嗰隻，咦，重高啊！派落 R， 掃到身邊嘅人冇用。字戶啊，新字戶啊，我要呢兩張啊！新字戶最好啊！我副卡需要佢啊！唉，又係啲唔要。皇帝喎，皇帝好似係 LR 嚟喎。哇！高機動嘅呢隻高達，我副藍色寶血卡就可能要放佢咯，有多張。好，係張咩嚟先？哇！二畫 LR， 哇！大家睇到啊 ，LR 二畫，
unit 藍色嘅，唔會係高達冇頭嗰張係嘛？企鵝，想要嗰啲就冇，唔想要嗰啲佢係同你出嚟，揾翻個揼揼保護佢先，都唔知值幾多錢啊呢張？因為我唔用佢，所以我唔知。會唔會？好啊！我嘅自護二畫冇希望啦。一盒眼淚。又嚟黃色。好啦，就係呢個咩嚟先？哇！好閃 LR 白色 unit。哦，女妖。你送個頭俾我，你送個咩俾我嘛？好似都幾有人要我知道，睇下咩價錢先。好啦，呢張紅色天日哈利路亞，係張咩嚟先？就呢張。點解兩張都唔係我嘅？我哋要去收卡㗎啦噃！打比賽最緊要嗰兩張仲未出現，咁大嘅。又係呢張。兩個雷射大炮，垃圾槍嚟。呢張可能都幾好用喎。女妖，好，繼續。另外一張自護頭啦，自護地啦，好啦，仲有幾包嘅，10零包嘅，睇嚟我要嘅卡都冇啦。有
又係黃色底，即係表示 LR color。藍色嘅 unit， 唉，V 高達，唉，真係俾嗰隻高，俾第一代高達我就仲話啫，俾隻 V 高達我。快速啦！好，都係 unit。唉。好啦，Turn A，Turn A，唉。哦，雙姊妹，好啦，再2、4，仲有6包，
應該仲有張 LR 嘅，睇下我嗰張 LR 係乜嘢啦。哎呀，我梗係好希望中張新字母啦。喂，一講就出黃色。好啦，呢啲快速好啦。跟住呢張係，仲有張紫色 Unit LR， 唉，邊個 X？ 哇，好高個66喎 ，Token 係 V， 哇，呢張66喎。咁我將字母同新字母冇乜希望。唉，臨尾都做翻張娜娜同阿寶喎，雖然 R 卡啦。係喎，跟住嚟嗰單 ST10咧係 G Generation， 我未必會爆啦，可能就睇下其他人爆咗啲咩卡嚟先，我先再睇下我自己買唔買爆唔爆，因為睇下我有冇用。因為有時咧買咗翻嚟咧冇用，即係當我擺咗，好似另外嗰幾彈之前嗰幾彈咧 ST 嗰啲咧冇用咧，我真係唔係咁會買咯。好啦，最後一包啦，唉，都係冇希望噶啦。你中咗張咁嘅，中咗呢張二話已經一定唔會俾你想要嘅嘢。睇下張喪鐘女妖係咩？哇！臨尾都嚟翻張黃色 token， 俾多張 LR 嘅字戶啊，新字戶啊，哇！藍色，多張 LR 喎，哇！真係高達呢張，我都好中意，哇！正，臨尾抽翻個美會，標翻個美會，呢張會放喺輔助牌嗰邊，哇！正，好，今日開箱咧就抽到5張 LR， 加一張。好，就咁先啦，拜拜。